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提摩太前书第8天的共读。今天晚上要请嘉生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晚上我们所听的诗歌，我们心里有一些感动，我们就用这些诗歌的歌词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愿主的灵照着应许就成就在我们这里，圣灵也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愿意降服于你，照着你的话去行。感谢你聚集我们与柏兹牧师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深深的被你的话语来吸引，也透过牧师用心的准备，尽心尽力的来分享，让我们听了许多过去我们所不知道的宝贵讯息。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些圣经的共读，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也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也更多愿意献上自己，让我们的灵里火热，常常来服侍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嘉生长老。那我们今天是第8天。好，那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6章3到10节。那我们要请思雨，思雨姐妹来带领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好，那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6章3到10节。如果有人宣讲不同的教义，跟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健全的信息以及敬虔的教义不相符合，就是至高至大、极端的无知。这种人显然喜欢辩论，喜欢在字句上吹毛求疵，因而造成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引起那些心术不正、丧失真理的人无休止的争吵。在他们的心目中，宗教不过是发财的门径罢了。是的，一个人若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我们到这世界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个世界带走什么呢？如果我们有得吃，有得穿，就该知足。那些想发财的人是掉在诱惑里，被许多无知和有害的欲望抓住，终于沉没毁灭了。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些人因贪慕钱财而背离了信仰，饱尝痛苦，心灵破碎。阿们。好，谢谢思雨。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从第3节好，那我们一样从第1节来分享。好，那我们提摩太前书总共会分享9天。好，那明天是最后一天。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开始来做一些提摩太前书的复习。好，那很多的资讯，我相信我们大家这样一路共读，好，一定都能够掌握提摩太他的家世背景，他的爸爸妈妈、阿嬷。提摩太前书的主要的教义就是提防教会中虚假的教义，明确指示教会的行政管理，那要以祷告和传道为首。然后提摩太本身如何做基督中心的仆人，做基督的好执事，还有对待教会各种不同年纪信徒。那提摩太前书的信息特别2个重要，就是做监督长老的资格，是第3章1到7节，要羡慕善功，无可指责。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就是必须要在教会委身稳定，长期的在教会里面。而监督在教外也要有好名声，在社会上，在他的职场，在他的家中邻居当中，都要受得起经得起考验。而执事的资格也是一样。那3章的8到10节，那他从他的内里的诚实，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纯洁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要先受试验，也是一样，无可指责，才能做执事。好，所以长子呢，综合起来就是要羡慕善功，乐于待人，善于教导，固守真道，凡事忠心，善于理家，有好名声。好，那这一切都是由内而外做起，
而不是先外面做好看，然后再回来把里面好东补西补，而是由内而外，好由下而上，好来做起。那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的分段，第1章讲到维护纯正的教义，第2章讲到维护崇拜的意义，第3章讲到拣选正直的同工，第4章先知的警告，第5章牧者的劝勉，好，来到了第6章个人的托付。好，那前面2章是有关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第3章是教会的领袖，第4章讲到教会将遭遇的问题，好，就是离弃真道，好，信徒被辖制，好，被谎言欺骗。好，第5章讲到教会的管理治理，好，特别讲到了对待教会的弱势，还有弟兄姐妹，好，然后教会的资源怎么管理。第6章讲到留下打美好的仗，留作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信，他在马其顿，写信的时候人是在马其顿的腓立比，马其顿是一个省，腓立比是一个城市，而当时的提摩太呢是人在以弗所，时间大约是在主后62年到64年之间。那这边写62年的秋天，所以时间也很清楚，正是尼禄皇帝的妈妈死掉以后，好，这个尼禄皇帝的性情，好，还有他的这个作风，就是显出他的真面目的时候，好，所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局势的氛围是非常的可怕的。那提摩太前书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教牧学的教科书，好，所以教导怎么样来教导传道人，好，然后来牧养教会，长老执事。而第二个特色就是保罗很注重接棒人的栽培，好，所以这里有用交托，第1章11节，那第1章18节，好，交托，或是托付6章20节，好，明天，好，所以好像保罗要把这个棒子交托给提摩太一样。好，第3个特点呢，保罗初期的书信也比较重视因信称义的救恩。好，那我们可以看从早期的加拉太书，还有在第2次布道旅行非常成熟的罗马书，好，都是强调了因信称义，就是信心大于行为。可是呢，在本书信，好，这也是保罗在末期，好，保罗应该是说他的晚期，好，他就会强调律法恩典要平衡就是有信心，保罗也注重行为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当中提到了很多像雅各书一样讲到了基督徒的表现、基督徒的行为。可是在保罗初期的作品，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个罗马书、哥林多书信等等，强调的都是一种哥罗西书强调都是一种信心，对上帝的信心，而不注重没有那么注重行为。那所以第1章的5到8节特别说命令的总归就是律法，上帝的道理的命令总归是出于爱，爱是从良心、信心、清洁的心而来。好，那第8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但是在罗马书第7章说，好，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好，那个律法好是我们叫人知道什么何为罪好，所以律法好像是把人定罪，好，所以他强调又是要突破律法的捆绑，但其实也没有冲突。好，只是保罗会在越晚期或是在教牧教导的时候，他会强调提摩太一定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上面的见证。第4个特点，保罗在本书信当中提醒提摩太要防备异端，特别有几个是律法主义者。这些律法主义者就是自己擅立律法，禁止嫁娶，禁戒食物，但是只要借着祷告和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那存着感谢的心所领受一切神所造之物都是好的。第2种呢是苦修主义的异端，这种人传苦修主义就传异教。好，那他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不服从耶稣敬虔的道理，而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坏了心术世上真理的真境，以敬虔为得猎门路。但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所以这样的敬虔呢，好像是在虐待自己苦修，但是
保罗提醒这样的教导也是会偏差成为异端。第三种异端呢是享乐主义，也是在今天经文当中，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灭亡。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这也是在今天我们第6章就看到了2种的异端。而最后一个特色呢，就是保罗在信中提到他对耶稣基督的不同的认识1章12节，基督是赐人力量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1章15节，基督拯救罪人的，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1章17节，基督是勇士君王，愿尊贵荣耀归于不朽坏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还有基督是唯一的中保。2章5节，神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3章16节，基督是近前的奥秘，大哉近前的奥秘。这是一首诗，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和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基督是这近前的奥秘。还有基督是万人的救主。第4章第10节，他讲到他是万人的救主，是信徒的救主。6章15节，明天会看到基督是万王之王，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6章16节，基督是永恒之光，那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所以保罗有这5个特点，在这个书信当中，他对基督、对异端、对教会的教牧、对传这个接棒等等，都是提摩太前书短短的6章当中，但是有相当丰富的学习。那我们也再一次复习提摩太前书提到了保罗对以弗所命令是为了福音健全的教义，而保罗感恩是因为他跟基督连结而得救，也劝提摩太打美好的仗。第2章讲到要为万人祷告，为君王祷告，神的旨意是人借着祷告得救，保罗为此奉差遣。而男人要祷告，女人要有内在的，要有生活的见证，来尊重认识神的权柄。第3章讲到长老执事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是近前奥秘的高深。第4章讲到圣灵的提醒，将来人会离弃真理，进入谎言，甚至会将上帝的创造看作是不好的，但是借着上帝的话和人的祷告，让能够成圣。而提摩太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好仆人，操练美好的应许，劳苦努力，指望在于永生的上帝，并且要以身作则，做信徒的榜样，并且要在这些事上继续的专心和长进。第5章讲到的对待弟兄姐妹如同对待家人，对待教会当中的弱势群体要有管理，要有责任。而第5章的后半段，昨天所分享的善于领导和教导长老要加倍的敬奉，无论是尊重他们或是给他们报酬祝福，都要加倍。但是有正义的长老，那就要经过教会的程序，要有证人，要公开谴责，而且要中立，不可偏袒，也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然后后面提到对于提摩太的身体，还有提到不论是行善行恶，不论现在看得到看不到，但是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无可隐藏。耶稣是赏善罚恶。那昨天我们也提到，教会领袖容易在第7届、第8届、第9届、第10届而犯罪，所以要引以为戒，要小心提醒。而在马太福音18章也告诉我们，去找教训这4个步骤是正确处理教会当中纷争或是与人之间有问题当中好的做法。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做正确，要去私下当面和他指出。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就能够赢得你的弟兄，赢得你的姐妹。那昨天的金句，善于督导教会长老，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人的，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好，那今天我们从第6章1节开始看1、2节讲到奴隶，又是基督徒的奴隶，他是基督徒，但他又是社会中的奴隶，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奴隶的主人是还没有信主，那他要有好的见证，不能因为他不是信主的，然后就随随便便。但是这个奴隶他的主人如果也是信主的，要更殷勤，然后就更得到益处
所以要越发服侍他们，然后得到服侍的益处，是蒙爱的人。所以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就是没有可以要无可指责。那第3节到21节，那我们今天看到第10节是保罗关于后面的最后的论述啊。那3到5节讲到了这些的假教师，这些的别的教义教导，目标都是要奴役人，把人当作他们的工具人，把基督徒当作他们待宰的羔羊，然后呢，利用这个假教师，利用他外表让人眼中的金钱，最后呢，却想要获得个人的财力，所以在第3节有提到关于金钱的道理，这个金钱的道理意思就指有关信仰的内容与生活上的教导，就是金钱的道理。这个金钱的英文就是 godly， 像上帝一样，像上帝一样。所以就是信仰的内容、生活的教导。而里面有一个字说，有一些人这些假教师呢，专好问难呢。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一种病态的偏好。那这种病态偏好就是好像无药可医。那像上瘾成瘾一般的问难呢，就是在引发争议，引起舌战好辩。那第6到10节呢，保罗认为金钱加上知足就是最大的利益。这个利益的意思就是发财，就是获利，就是这个股票上面这个股票今天涨多少点的这个利益。但是呢，金钱加知足就是人生最大的利益。但是贪财会导致遭遇灾祸，所以金钱加上知足，这个知足的原文有自我独立的意思，就是指不被财物诱惑的满足心态，不会被诱惑，他能够活满足于现况，这就是金钱加上知足。而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一句话第6章第10节也是在那个时代当中的谚语。贪财并不是唯一的根源，人的根源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万恶的根源就是人在亚当夏娃始祖犯罪的时候，那就是人想要像神一样，那就是罪的根源。但是这一句在当时希腊世界罗马帝国通用的俗语呢，贪财是万恶之根，那就是描写出那个世代人心的写照。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不管是社会的乱象，这个国家的乱象，这个政治上的乱象，很多都是跟利益挂钩，都是跟利益结合。那今天很多作奸犯科诈骗集团都是为了快速发财，都是为了要从一个贪的起念所以很多事情都跟贪婪、钱财有关。所以这也是无论是那个时代或是现今这个时代。所以在今天1、2节讲到，对非信徒的主人要有好见证，对信主的主人要更殷勤服侍。基督徒的上班的雇员对基督徒的雇主是有义务的，雇主对雇员也有同样照顾的义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腓利门书，保罗写信给这个阿尼这个腓利门然后说他的仆人信主了，他也成为保罗的儿子，真儿子。那他要腓利门好好对待这个逃跑的仆人阿尼西摩，然后他回去的时候要把他待他如弟兄一样。虽然他还是奴隶的身份，但是呢要用基督徒的爱心来对待。当时主人奴隶的地位悬殊，但成为基督徒之后，在灵里是平等，在基督里，在教会里，在生活上又是弟兄和姐妹。所以主仆的关系的教导要提醒努力工作，尊重雇主，反映对基督的忠诚爱心。那不是只有在上班的时候，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敬重我们的长老，敬重劳苦的执事，敬重我们的牧者，敬重这些退休的牧者们，都要敬重他们。那这是一种对上帝仆人的尊敬。而后面讲到教牧的操守贪财，当时的传异端者，他的不敬钱，表面看起来是敬钱，结果实际上是不敬钱，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是你在外表上看起来哇好敬钱，外表上看起来好爱上帝，然后传福音，讲的满口的道理，
可是私底下呢，背后呢，或是内心的深刻呢，却有一种掌控或是一种欲望在驱使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可怕。所以异端教师可能会借着教导而收费，避开牟利，为牟利而传教，偏离正道，使教义起纷争。那他内在的动机就是为了钱财，贪财使人离开了真道。所以我们应该要敬畏神，把盼望集中在耶稣身上，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不需要上帝透过我们生命外在的事情、外在的得到才得到那个满足。所以快乐、喜乐是不一样。快乐是来得快，去得更快；喜乐呢，是圣灵当中的公义、和平和圣灵当中的喜乐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这种喜乐呢，是保罗、西拉在腓立比监狱当中半夜还能够在那边赞美神、唱歌，即使被上了手铐、脚铐，这种喜乐是夺不去的。所以我们要谨慎。那特别在教会当中，那在现代或是不是只有现代，从过去到现在，有的教人怎么样快速发财，或是教人怎么样来赚钱。那我们要注意，不是说不能发财，但是我们要小心。那里面可能有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呢，它的基本的论述就是财富就是祝福，贫穷就是咒诅。所以每个人一定都要成功才有，一定都要赚大钱才是祝福。穷人呢，贫穷人都是上帝的咒诅。但是我们前天有分享那个捐2个小钱的寡妇，那她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呢？耶稣还说普天下都要纪念他。所以这样的成功神学只有用金钱财富来当做标准衡量的标准，就是祝福或咒诅的标准是不对的。真正的祝福，真正的咒诅，而是要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约伯也曾经被上帝祝福，但是他也被魔鬼试探试验。但是最后他的这些试验，如果在现在的成功神学来看，他绝对是做了穷凶恶极的事情，但没有是上帝给他的考验。另外一种呢，教导发财可能是功利的世俗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呢，就是喜欢做比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果你可以跟人家竞争，你就尽量的赢在起跑点。如果你比不过别人呢，那你至少你就踩在别人的肩膀上面，把别人踩下去。这种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呢，是非常的现实的。第三种是物质主义，就是追逐欲望，活在当下。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今天得过且过，只要先享受，后面的事情都不管了，然后就满足他的欲望，来填满那个无限大的欲望。第四种是假冒为善，这种假冒为善教导发财是来自于就是今天提摩太前书讲的心术不正，别有居心。那他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其实他就是想要发财。所以这个师父感恩师父，赞叹师父，然后师父要开一台2000万的这个豪车，然后而且不是只有1台，还有2台，然后还要有人这样子把他捧上天了。表面上哇，他好像是一个神爱世人，非常有爱心的师父，但是背后也有可能看到的就是都是用金钱堆出来的。而永恒的真理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出处来自于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这一句话是永恒的真理，是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应当知足。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提到的奴仆应当尊敬自己的主人。如果是主人是信徒，就要更殷勤伺候。所以1、2节讲到了奴仆的身份，第3节讲到了这些的假教训、假先知，或是刚才讲到这些，不论是成功神学、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然后或是假冒为善等等，这一些呢跟基督健全的信息还有近期的教义不符合，那就要小心。他们表现出来就是自高自大，
极端的无知，喜欢辩论，而且会在字句上呢吹毛求疵。好，这个意思就是争辩跟舌战。好，那因为这一些的行为造成了嫉妒、纷争、毁谤、猜疑，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不能吹毛求疵，好，不是说不能为真理辩论，但是如果我们吹毛求疵为真理辩论，最后产生的结果是嫉妒、纷争、毁谤、猜疑，那就是错误了。而如果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好，我们是为了追求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和平而辩论，而吹毛求疵，好，那照理讲，好，不应该有这些的嫉妒、纷争和毁谤，好，因为这些结出的果子就是因为错误的根基。那甚至引起心术不正、丧失真理的人无休无止的争吵，在心目中宗教不过是发财的门径罢了，就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啊。好，然后就是透过这些把别的宗教说的一文不值，把别的教会好批评的好非常的丑陋。只有我的教会是真教会，好，只有我的礼拜是真礼拜，好，只有我的教导才是真教导，好，其他的都不是。那这样子呢，别人只能够来听你的，不能够去听别人的。那把这些人呢牢牢的拢住啊，好，然后呢就在这些羊的身上抽啊、剥啊、扒皮啊，好，一层一层的扒。好，但是保罗说，一个人若知足，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知足，好，就是独立的意思。一个人他的心智成熟，能够独立。保罗说，宗教可以让他富有啊，好，就是宗教是可以让人富有的，但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啊。那我们到这世界上没有带什么也不能带走什么，所以有吃有穿就要知足，就要独立。好，至少感谢上帝，让我们不是赤身肉体，让我们不是饿着肚子。好，这样子呢就值得感谢上帝。所以今天不要说只有台湾人，全世界上的人，大家都能够满足这个最基本的有吃有穿。当初亚当夏娃他们就是离开上帝之后，第一件事情发现自己没有得穿，第二件事情发现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开始痛苦的生活。但是到如今，上帝依然赐我们吃，赐我们穿，那用耶稣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应该要感恩。但那些想发财的人是掉在诱惑当中，被许多无私有害的欲望给抓住，所以他们陷入在这些的网罗当中，为了发财，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为了明天下个礼拜没有买到辉达的股票，没有买到台积电的股票怎么办？好，然后赶快想办法东凑西凑，赶快去借钱，好，然后呢赶快去怎么样贷款。那别人都在赚钱，自己没有，而就是开始心神不宁，好，然后开始烦躁，这些贪财，好，最后呢被这些的欲望怎么样抓住，终于沉没毁灭。保罗这样的形容真是非常的贴切。很多人就是看到社会上的这股市为什么会有起有落，就是人心的反应，这个股市就在反映人的心理的状态。大家都赔钱的时候，赶快大家拼命的抛售，开始有人赚钱的时候就拼命有人进场，所以这股市真是最好的写照。而是能够知足，能够进钱，能够有远见有远光，他才能够真正的富有知足。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因为贪慕钱财背离信仰，最后饱尝痛苦，心灵破碎。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非常的写实。盼望我们都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的历程，而是我们知道在小事上忠心，我们知道以金钱当作我们的这个对上帝的关系而不要以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这些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一本书叫《钱买不到的东西》。如果什么东西都是靠钱能够买，那什么东西都有价格。就谈恋爱多少钱，然后呢生小孩给多少钱，然后洗碗多少钱。钱买不到的东西什么呢？金钱与正义的攻防。这个作者 Michael 写的。什么东西不能用钱买呢？婴儿、奴隶、肾脏，
还有选票也不能用钱买。重商主义，你觉得今天的选举真的没有对价关系吗？其实还是有，只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呢，这个都是会就把金钱就是在控制我们的民主。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的心态造成许多事物价值都被商品化，什么东西都可以定出个价钱。但是我们活在一个待价而沽的社会，人生价值就没有意义，人生也有一个价格价码。我们要明白，有些道德性、公民性的事物是金钱买不到。有钱人不能为所欲为，有些东西不可能用金钱来买卖。所以基督徒的智慧就是明白，我的婚姻不论多少钱不能买卖，我跟孩子的关系不论多少钱，跟亲人的关系不论多少钱，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都不是用价钱。还有上帝给我的生命，上帝赐给我们的呼吸，上帝赐给我们的健康，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这一切呢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卖，就是非卖品，绝对不能是用价钱来衡量的。今天的经文讲到负恶的奴仆要尊敬主人，也要更殷勤服侍信主的主人。而假教义就是使人自高自大，不停争吵，甚至有人借机来发财。真正的财富是金钱加上知足，真正的财富是能够知道我们若陷入在这个贪财当中，最终会被带离开纯正的信仰，以至于陷入在网罗、愁苦、诱惑而当中，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愿上帝祝福我们，透过今天这一段话能够明白。今天的金句提摩太前书6章6节很好记哦。其实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利，敬虔搁持续，为予人得到大利益。But godliness with contentment is great gain， 就是最大的收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再次得到提醒。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一个人不能够爱世界，又要爱神。求主帮助我们面对今天世界上的成功神学，或是功利主义，或是物质欲望的追求，甚至是假冒为善的事，帮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界，能够看见，也能够避免，更且帮助我们，不论我们是贫穷或富足，或顺境或逆境，或是健康或是疾病，或是缺乏或是有余，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再能够在这一切事上，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一起让我们明白，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让我们天天活在主的爱中，天天以感恩的心来赞美神，为着我们有衣服可以穿，为着我们有食物可以吃，为着我们能够呼吸，为着我们能够来读上帝的话，我们都要献上感恩。这一切都不是金钱能够所换来的。愿上帝赐给我们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赐给我们人生当中有丰丰富富的丰盛的生命，是真正的利益，是真正的益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大家，感谢今天服侍的嘉生还有大家晚安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拜拜。谢谢牧师，拜拜。